来自台南去国家派到美国西点军校读册陆军官校学生胡佳琪，日前完成学业，摕到毕业证书，回来到台湾。同时，嘛是台湾第2位对西点军校毕业的女性军官。2号，台南市长韦铁亲自到厝内送来表示祝贺。必须去跳脱一个自己的舒适圈。那我知道我的国家、我的父母、我的家人也会希望我跳脱自己的舒适圈。而且我来到西点是代表国家，所以我看到其他人可能会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。我会觉得我必须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、特别的，去挑战自己，然后让世界看到台湾这样，就算只是一点点，对我也会尽我的努力去做一点改变这样。世界的百年大疫，其实他2年没有回来的，而且这2年他自动到美国的部队去实习见习，其实他过得相当的辛苦。那军人没有所谓苦，算历练。那天的阅兵结束之后，他穿着很整齐的阅兵装。我说你麻烦过来一下，给爸爸亲一下。亲那一亲哦，我这个是爱哭的爸爸。我亲完之后，我整个人哦那个眼泪哦，因为我看到我孩子跟美国的军人一样，在阅兵场上不输给他们，所以那个非常激动。而且你知道，他为了让我能够看到他，因为那么大的场地，1000多个人，你根本找不到。他说爸爸，我会努力，我会争取比较高的这个实习，然后他的背章会很大，你看背章就知道那个是不是我。佳琪厝内有3个姊妹啊，拢伫咧美国的军校读册，爸爸嘛感到非常的欢喜。佳琪虽然身材比其他的外国人更较细汉，不过嘛是透过努力，伫咧体能的方面一点仔拢无输给外国人。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尤其是台湾精神的具体体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佳琪在西点军校在当期毕业的1050位同学里面是唯一的台湾，而且也是所有女生身高最矮的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对，她最娇小的。那可是体能的表现，我们刚刚看到却是赢过很多白人或其他族裔的女生都一直超越他们，这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，也觉得深深感到骄傲。伫学校适当的期间表现真优秀，嘛曾经担任实习连长，并伫咧军服上表示台湾，同时嘛配挂国旗的部长，为台湾嘛为台南争取荣耀。市长勉励未来嘛要继续伫咧军旅生涯中继续带来好表现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